好，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来压料，讲维京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新建着坐温性雨线延长的工程，讲这个尖墩工程歪甲歪去，偏超过18公分，影响到46户的民体。这议员质疑着台北市政府暗护中华工程，市长周万安今仔日有上新的回应。 其实，当一发现有偏移，就立刻要求厂商要补救，他们也即刻做了修正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想我们都是依照契约在进行。好，谢文强嘛进一步来解说，讲发现偏超过18公分的时阵，厂商马上就照契约相关的规定进行着补救的措施，来做后续施工修正的处理。这个堆装的期间并无停工，嘛无影响到施工，一切拢是照合约来进行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